愿一切因根归乎上帝。咱即时来拍开圣经书段第1章，咱要看两位的所在，两位的圣经。第一节是第1节12章甲10节，第1节的12节甲14节，第2章的第1节到第4节。使徒行传第1章第12节。迄时，因对迄个名叫迦纳的山转去耶路撒冷。迄个山近耶路撒冷3里开有安息日的路站，已经入就上因所店的楼顶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、甲多马、巴多罗马、甲马太、阿里菲的囝雅各、甲西罗底的西门、甲雅各的囝犹大。这个人甲几啊个妇人人，以及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参伊的兄弟，拢同心专务祈祷。咱来看第2章，咱要对第1节到第4节。五旬节的期已经到，因拢聚集伫一个所在。忽然对天有声，亲像大风在吹。充满因所坐规间的厝，就有地分开的字出现，互因看见，亲像火的字，晓伫逐人的顶面。因拢受圣神充满，才开嘴讲别样的腔口，是照圣神所想事讲的，想事因讲的。这时咱要请王荣义牧师甲咱分享圣神，请你更新万密；圣神，请来更新万密。时间交给王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咱特别伫这个礼拜的主日，咱要来思考这个题目：圣神，请来更新万密。圣神的开力，伫早时圣经记载有带来真大的改变，因为这个世界有真侪人咧期待改变。咱自细汉开始，咱若拄着不如意，咱会期待这个世间会当照咱的意思改变。其实圣神带来足大的改变，我要甲大家思考的是，这是咱所期待的改变，敢是咱所期待的改变？咱自细汉期待的改变，甲圣神要互咱的改变，有无共款？咱想看觅，咱细汉想要改变的是什么时阵？就是咱拄着困境的时。这个困境有可能不是咱的，有可能是咱的家庭的，有可能是父母的，有可能是你的所爱的人拄着困境的时，你会足期待伊改变。有人甲我讲哦，伊自细汉就一直期待伊的家庭会当改变。是安怎？你都要期待改变，因为无改变会带来痛苦，会带来绝望。所以人什么时阵会知影你咧努力要改变？就是你立志。就是当一个人立志，我要变做无共款的人的时，迄个时阵，就是你的世界已经拄着足大的痛苦的时，你才想要改变。比如讲，规工向笑的人，伊的立志改变，要安怎立志？你若规工互笑，你要立志，你就要立志啥？有够强，袂互人笑。所以你来看讲。你毋免甲教一个人，若拄着困境的时，伊嘛知影讲，我要期待世间会当改变，但是我得爱努力啊，因为我期待伊改变，总是才会痛苦。我若无努力，哪有可能改变？所以真侪人讲，你若受不了，你得爱努力啊，你得爱努力，你得爱立志改变这个世界。哇！咱看到期待改变是逐个人伫困境的中间所会当想到的。总是咱咧努力的过程中间，有真侪人甲我讲，伊到尾啊足忝的，就是伊安怎努力拢无效。有一个姊妹甲我讲，我努力到要死的，才知影讲，原来我是女的。
就算我足敖，嘛是足敖的女性，我永远无可能变做查甫的。啊，伫伊个家庭中间重男轻女，伊足厉害，但是伊都毋是查甫的啊。各位兄弟，这个困境对一个世间的一个世世生命是偌痛苦的代志。咱想要改变，敢有啥物毋对？各位兄弟，你伫痛苦的时想要改变，敢有啥物毋对？敢有毋对？各位兄弟，伫你毋捌上帝的时，你想要改变，你想要过较好的生活，你想要莫阁规工紧张，规工流目屎。有一个姊妹甲我讲，伊逐工看到伊妈妈，互因爸爸安尼落骂，互因阿嬷甲伊落骂。伊讲伊艰苦要死，但是伊气家己无法度保护伊的妈妈。伊想要改变，所以伊要改变的方法就是靠什么人？伊所信任的人阿嬷要欺负妈妈，伊所信任的妈妈去互欺负，伊要靠什么人？各位兄弟，要去靠什么人？啊，你拢唔知哦？靠自己嘛，靠家己嘛。但是事过境迁了的时阵，往往咱的内心是孤单，是足忝的，因为你改变到要死的，命运未改变，到尾啊会失望，会感觉讲我努力是暂时的改变，但是圣神的降临，咱今日要看，毋是干那互你的温度本身你的生命改变了，会改变人类的历史，世道因为圣神的带互因生命的改变。若是干那建立基督的教会，嘛甲福音传遍世界，大家角落，哇！这种改变超过人的想象。我要甲大家分享来思考的是，咱伫圣神降临要来改变的是，甲你所期待有啥物无同？你才会知影讲，原来咱的努力有可能阻止圣神要带来互你的改变，有可能。因为人的惯性就是安怎，我伫困苦的时阵，我敢当靠家己，我相信我家己。但是坐伫这个所在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拄着困难的时，你头一个想到的是求主，还是靠家己？大部分迄个习惯性就是我爱紧想办法，爱紧想办法，问题爱紧解决，无我哪有可能会快乐？好，有一个人甲我讲，伊就是问题解决导向的人吼，伊若有啥物困难？问题解决你就好啊嘛，所以你去找伊讲吼，讲靠互伊听无效，伊甲你讲你有啥物问题，你甲我讲，咱来想办法解决。所以人生的困境，就一个一个解决都无问题啊嘛。有真侪人想要求改变，会当创造家己的命运。有人无介意家己看轻家己出世，是一个真善良的家庭，所以伊会努力读书。趁钱，甲家己塞到社会的上悬的所在，期待找到家己的尊严。有人无满意家己的生了歹，互笑。哦，我有一个姊妹甲我讲，伊细汉就用笑迄个小黑人吼，伊皮肤就较乌嘛，吼，伊较大汉嘛无较白啊，伊细汉就是讨厌家己乌啊，伊若看照着镜，伊就感觉互笑讲伊是小黑人。啊，朋友拢甲伊。讲笑安尼，你不要生气啦！甲你笑到你叫你不要生气，所以伊感觉足艰苦的，伊足讨厌家己生了乌。所以有个人伊要一直调整家己，打扮自己来吸引别人的目看安怎看伊。人有足辛苦的所在，就是人的困境，若无人通帮咱，咱拢靠家己较侪。有人把家己的需要藏咧，因为伊要满足别人，得到别人的肯定；有人忽略家己的情绪，唔敢伫别人表达家己面前表达家己的心情感受，因为自细汉足惊冲突，因为家己有责任爱维持大家人的和谐。这伫什么所在当看到？我最近伫网络看到一个嘛真有成就的人啊，但是伊重度忧郁，伊咧写伊的迄个心路历程。心路的历程，伊讲吼，伊从来毋捌，伊讲绝望到一个程度去看医生，食药也无效，伊跟因太太伫咧散步，伫迄个
迄个运动者咧西时，伊对伊家己人生悲从中来。伊讲我努力遮久，吞忍遮久，我才有这个成就。但是我今日破病呢，伊全大声哭，男因太太大声哭，伊讲伊人生毋捌遮尔尽兴的哭过，因为民主足要紧，因为袂当互看见足要紧，因为有太侪时阵我足惊人看无，所以伊大声哭了，伊讲哇，这是我人生头一届，好好啊大声哭，看缀偌久，我毋知影咱的一生努力要改变的物件，缀咱缀偌久。咱毋敢，足惊人看无，足惊冲突，靠家己努力改变的结果，造成无共款的性格。有人足竞争，有人追求成就，但是伫这个情景中间，你有看到你四周有足侪人，互你足讨厌，因为伊逐项都要甲你比，逐项都要甲你讲你不懂啦，你无路用。一个姊妹甲我讲吼，伊足痛苦的所在就是，伊是足巧的一个姊妹，读册嘛足够读册的姊妹，啊，语言啦拢足够的，啊，甲人技巧拢足够的，但是一世人结婚的20几年内面，逐工都爱听因翁家讲，你无路用，你戆，规工都爱接受，啊，尾仔伊才知影讲，伊本来感觉我真正遐差嘛，我真正遐差嘛。啊，尾仔才知影讲，原来因先生是足自卑的人。啊，逢天性，因为因兜就敢若伊一个查甫的，所以伊就爱足敖的。但是伊阁无法度像因太太遐敖，所以伊就规工用语言来甲伊羞辱。足恐怖的所在是啥？有当时啊，人咧对咱，毋是因为咱无好，是因为伊受伤。是因为伊无听伫伊的心中，所以伊就爱透过甲你斗、甲你竞争，伊才会证明伊比你较敖，伊比你较好，足辛苦啊！伊辛苦，咱嘛辛苦啊。人甲人愈来愈疏远，若靠外在就更较恐怖。靠外在吼，有一天若无去吼，伊就感觉讲，别人看到我变形啊吼，安尼是毋是都无介意我？这嘛是足侪惊吓伫心内吼，这是靠家己努力的。啊，若是久长否定家己的需要去学别人的意思，伊会失去家己的自我认同。啊，久来佫互利用，佫互欺负，因为你一直要共抱嘛。啊，你一直共抱，一直对人好，人就甲你当作理所当然。啊，久来吼，你若无做，伊佫嫌你。啊，足侪兄弟姊妹甲我讲，我咧看，我咧听故事吼，我拢感觉讲，哎哟，一个人的受苦吼，毋是今仔日才受苦啦。你甲我讲吼，什么人甲你伤害咯？什么人甲你利用哦？我讲，若毋是你久长以来吼，强迫家己互利用，什么人会当利用你？你甲我讲。但是你强迫家己，毋是故意的，因为你想要改变。你想要改变你的命运，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，所以你努力，所以你牺牲，所以你吞大你家己，啊，然后吞大了，佮吞大别人，哦，足痛苦。我看到世间诶足侪痛苦，夫妻冤家，我逐工咧听这个故事的时，我心内就咧想，你若知影，毋免挖靠你家己。你若知影讲圣神要发咱的是一个新的画面，你真正会活倒转甲主讲，主啊，我需要。因为他拄仔咧讲的，对细汉，毋是你无努力，是愈努力的人造成愈侪痛苦。因为你的努力想要改变，你得靠家己，靠家己的结果就是爱逼家己，啊，无就逼别人，放弃。咱真正要放弃咱的挣扎，爱听候圣神。我邀请各位兄弟吼，
来有机会真正亲近主的时，毋通放弃迄个机会。逐工足侪机会，互咱亲近主，互咱邀请圣神来听候伊来。咱放弃咱家己的挣扎。耶稣拄互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，学生会记你，伊袂记你耶稣要国外有言，所以因足惊足迄个。咱会看福音书吼，耶稣拄国外的时，其实学生是拢眯起来，是眯起来，眯伫房间毋敢出来，因足惊去耶稣拖累出来来讲，吼你是甲伊共党的，啊耶稣去互钉死，你嘛去互掠，大家拢足惊啦，毋敢承认啊，直到。甚至佮转去到因的重操旧业去做讨海渔夫掠鱼，但是直到国外主甲因显现的时，因才对靠家己的努力的挣扎的中间醒过来。耶稣上天了交代讲，恁爱听候圣神降临，要互恁得到对天来的亏难。即边因毋敢佮自作主张，毋敢佮家己做主，因自己做一回。同心祈祷，迫切祈祷，听候圣神临到。使徒行传咧讲，这学生甲有人一寡人，大家组织伫遐咧等待圣神临到。哇！甲以前耶稣拄上天的时，大家闭起来，走到裤骹，无共款，因开始听候圣神要临到。创世时，上帝借着圣神运行伫水面甲地面，万物安尼来受创造。今仔日学生伫高达足忝的心灵，伊嘛专心咧等待新的创造。我毋知影各位兄弟，你他咧听的时，你有对号入座无？你有对号入座，讲你自细汉想要改变的是啥无？你有努力？认真打拼，靠家己想要改变什么命运无？或者是你拢无，你就一天过一天。哦，啊，可能这种一天过一天的人袂坐伫遮啦。一天过一天，就是放互烂，袂坐伫遮。坐伫遮，咱拢有经过相当的努力才会坐伫遮。但是有偌侪人肯承认讲，我的心已经慢慢咧打去啊。我有够忝啊！我咧等待新的创造，有偌侪人肯承认，圣神要重新激励咱的心，要伫咱的劳苦重担、失落的中间，要互咱新的生命。今仔有真侪人较无有活力、有真实的活命，但是佫未失伫世俗的价值观。只有转到上帝面前，专心听候圣神，伫每一个呼吸来认捌、来望着这个上帝，透过圣神的这个开要互咱的生命才会不断来得到更新啦！万物拢奇妙受到更新，圣神丰富多元的面貌更新咱甲万物。好，要几项要甲大家分享。头一个圣神是会当经验的哦，会当听见，会当感受。有可能一个大的声，一阵大风，圣经咧讲一阵大风、大的声，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咱会当经历圣神的同在甲充满。人毋免也无可能限制圣神同在甲充满。伫海风要吹的时，伫你看到日落足水的这个落日的时阵，伫树林内你听到鸟仔咧叫的声，伫足吵的车声的中间，每一个人拢会当用上特别的方式来体会圣神要甲咱同在，要甲咱讲话。啊，我有足侪经验是足特别的，就是讲是足压杂的时阵，足烦恼的时阵。我承认，我甲主讲，主啊，我需要，毋是伫反倒当我较毋是伫真水的礼拜堂，也是讲大声话啦，唱甲安尼真入神吼。我毋是讲这袂使啦吼，是讲我的方式甲别人咧经验无一定共款。
每一人拢无共款的，会使无共款。你毋免紧张讲啊，我若无像伊安尼倒落去，哦，有人祈祷就倒落去，因为圣神该指导，哦。啊，我一个青年讲，啊，我去就倒不下吼，啊，尾仔去伊传迄个祈祷的过去，传对伊巴肚吼后壁迄助理吼，牧师甲祈祷就袂倒，啊，伊讲太刚硬了，吼，所以迄个助理过去了，就用伊的迄个对伊巴肚甲安尼蒸落去安尼，爱听到要死全倒落。圣灵的击打，安尼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圣神要甲咱讲话，有可能是足微细的时阵，伫你足烦的时阵，伫你看无头前的路的时，亲像迄个兄弟讲，伊行伫绝望的路的顶面的时，药啊拢无效的时阵，伊大声哭的时阵，圣神甲伊讲话。各位兄弟。唔通限制，圣神是当经历的，唔是一种方式，所以你免欣赏什么人较属灵，唔免。我真正无要欣赏什么人较属灵，我嘛袂去对什么人较属灵，我对伊走，唔免，因为咱要对的是咱的主。圣神要互咱是照你的需要，唔是照你的努力，是照你的需要。你若诚实，你就当经历，圣神会开你的目睭，开你的耳孔，伫平凡的中间去听到伊要甲你更新。圣神亲像一个静的火，伫圣经中间，火是一个净化的开力，伊当甲咱真侪混乱、真乱的物件烧了，互咱会当较专心来挖靠咱的主。有足侪时阵，遐烦恼是咱自细汉就已经立志要靠家己的烦恼，迄足乱的。但是圣神亲像火，要甲这乱的物件烧掉，互你会当更较清楚、专一来面对咱的上帝。圣神的火嘛代表活力，有真侪人伫无用靠家己的中间，你的气力哪像去用掏空啊？人讲burn out，但是圣神降临是要使咱热情的火，毋是家己的，是对天落来，是袂断的啊！啊，这对我来讲足要紧的。那靠家己会足忝，但是若是因为圣神的气力入来到你内面，你会当每一天快乐的生活，为着主来行这条路。圣神的火，互你烧，把你的过去杂念、靠家己迄物件烧掉。你当较专心去看、去听，你当真清楚听到主要甲你讲的话。我足期待咱用这款的心来等待圣神。毋是求主，有个人一直逼切，一直祈祷，但是因遐是当心伫迄个所在等待，毋是你喊赢，喊较大声就赢，毋是你行为搁较比人较夸张，你就真正就有圣神。圣神有足侪方法，咱爱用心、耐心去听候，伫你的生命特别的所在，伊要对你讲话。新的语言。圣神，互学生讲出达国的方言，什么意思呢？因讲的话是会当伫人甲人的中间会当了解。其实人甲人的中间上大的问题就是听无。我听无你咧讲的，你听无我咧讲的。你讲的话我拢听有，但是你的意思我听无。毋是因为你讲真正听无，是因为咱拢伫语言中间无问题，但是心。咱听无，我有当时咧看听人的故事的时，我感觉足要紧的，就是伊需要的毋是你一大堆答案，伊需要的是你听有。我时常嘛拢听无，以前即嘛会啦，有当时听无。就是太太讲一句话伊也无需要你解决对无？但是你看伊咧烦恼，就开始下指导棋啊，迄就是听无的意思啦。伊咧讲的是。我足痛苦，你会当甲我了解，你会当陪我无？我咧听的是，你的烦恼就是造成你安尼就是因为你想法毋对嘛，所以我来甲你改变。这毋是搁跳进去，搁落入去咱细汉的时，想讲若无毋对，咱就要甲纠正，就要甲改变。所以足侪时阵，亲密关系的冲突就是，咱拢永远有答案，对方需要的毋是答案。
对方需要是伊讲出来的话你听有，伊的心你了解，敢毋是？圣神要互咱的，就是即种的。伊互一个人讲，全部的人拢会当听有。哦，有够厉害！我毋知恁听有无吼？我即摆是咧讲是台语，吼，大家听有无？有吼。但是我足望是你听入心听有。圣神的工作要互逐个人互相人甲人的中间听有。误会时常是因为听无产生的。伫家庭、伫职场、伫人甲人的中间，每一个人拢用家己的经验做基础，各说各话，冲突就不断发生了。圣神的降临，赐予人新的语言，是一种对上帝来听的语言，是对方互相听有的语言。咱因为听有无共款人的心声，因就听有啦吼。互相听有啊，我有当时咧想讲，以前吼，因为听有，所以人足爱找我开讲吼。因为找你开讲，找我开讲，你听有吼。啊，你若找我开讲，我就开始甲讲。我你讲我无事甲你讲，你就爱按1、2、3，安尼伊一遍了，伊就嘴个百个嘴就是。啊，若即个答案我嘛会晓，我去 Google 我就知啊。即马吼，网络的消息遮侪，我就怕讲啊烦恼爱安怎，啊伊嘛拢甲你出一大堆意见出来。但是吼，听有吼 ，AI 无法度啦。人有上帝听，才有可能听有。迄个听有，佮有眼神，佮有心，有甲伊斗阵无？所以听有足要紧。伫家庭的中间，听的语言，亲子的关系会较好。改变拢是因为圣神赐落来新的语言，哦，这是真奇妙的改变。我足望讲，咱会当等待也邀请圣神来到咱的中间，伊会赏赐咱新的语言。咱所讲的，别人所讲的，咱会听有。当圣神降临伫人的身上的时，嘛将人组织做一伙，用会当形成一个团体。所有追求甲较无生命改变的人，会当开大门。意思是，咱坐伫这个所在，毋免搁再亲像以前安尼。因为咱听有，因为咱有听的语言，因为咱开始互相会当成做集体，这个所在就成做一个团体。这个团体打破个人真矮细的界线，亲像发架的迄个米粉，会当影响这个世界。教会是为着耶稣搁活见证的团体，要伫人失落、亡、死亡、阴影、大瓦的所在，见证伫主的听中间，生命已经太赢死失，听已经赢过完受。这是足要紧圣神领导的一个记号。这是咱会当坐伫遮，毋是亲像你去参加看一片电影，甲你边仔人无关系，是因为咱拢三甲连结伫主的听，咱拢带着咱期待生命得到改变，毋是靠家己。咱会坐伫遮，就是因为咱无要靠家己，咱毋才坐伫遮。无你要听啥？你要听上帝甲你讲啥？甲你加油哦！要讲一寡加油，你可以的。要听这种的吗？啊，若要听，你网络就有。哦，足积极、足正向。但是对我来讲，耶稣赏赐圣神伫咱的中间，是要互咱组织做一伙，是所有较无这个世界改变，较无我的生命改变的人，用听组织做一伙的一个团体。所以，伫这个团体中间，咱互相成做见证人，咱咧互相见证，咱的生命、你的生命已经赢过完受，赢过死失。咱会当做一伙来到主的面前，同心用祈祷，听候迎子圣神降临伫每一个兄弟的生命顶面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迄毋是干那一个故事呢？迄是一个历史，一直不断发生的代志。
伊伫2000多年前发生，伫今仔日由我们发生伫咱的中间。你相信？你敢无相信？咱逐个人拢拍开咱的心，坐伫即个所在，甲主讲：主啊，我无爱搁靠家己啊！无论我面对即马有偌大的困难，我无要搁靠家己。我要甲各位兄弟姊妹伫即个所在，听候圣神要对我讲话。我要听候圣神降临伫我的身上嘛，降临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。阮互相要因为听有彼此所讲的话，也因为听连结做一伙，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教会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听完主，阮感谢你伫圣神降临的日子，阮心内有足侪感触，因为回想伫阮要甲你无熟，阮靠家己的日子。实在是足辛苦，因为阮较无改变，总是阮用家己的方法努力，搁再努力，阮无放弃。阮要求阮家己，鞭拍阮家己，是为着要互阮会当成长，会当比别人较高。主啊，但是阮在今仔日。学生、有人人、遐军队者做一个组织的时阵，是遵照主你的吩咐，伫遐三甲同心等待圣神的降临。主啊，阮有缘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用这个心拍开阮的心，主恳求你圣神伫这个时阵，也降临伫阮每一个兄弟的身上。主啊，亲像火。将阮的烦恼烧，亲像火，互阮搁一边倒，阮的生命搁再看到远望。主啊，互阮会当有新的语言。主啊，互阮的耳孔会当听有每一个兄弟姊妹所讲的话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这个圣神的降临是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时刻拢在发生。求主。降临，圣神降临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，互阮重新有新的画面。祈祷感恩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